大家好，我是隋兆清医生，在老年病科临床一线工作了快30年，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患者，见多了生老病死。我最深刻的感悟是，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定义晚年质量的，从来不是你有多少积蓄，住多大的房子，而是你还能不能稳稳当当地掌控自己的身体。前几天门诊来了位73岁的老爷子，进门的时候自己拄着拐杖就过来了，说话思路特别清晰，一上来就跟我说：医生，我就是想来做个体检，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体能不能再健健康康活10几年。我给他做了全面评估，发现他腿脚有劲，心肺功能不错，吃饭睡觉也都规律，最后跟他说问题不大，好好保养，活到90岁完全有希望。他听了之后笑着说：那我就放心了，我身边好几个老伙计，72岁那年一过，身体就突然垮了，要么摔了一跤就卧床了，要么查出心肺问题，看着都揪心。其实老爷子说的这个情况不是巧合，而是我们医学上公认的一个规律。72岁是中老年朋友晚年寿命和生活质量的一道关键分水岭。它不像60岁只是从工作状态切换到退休状态的起点，也不像80岁已经进入高龄老人的范畴，需要全方位照料。72岁这个节点更像是身体给我们的一次全面考核，能不能顺利通过，直接决定了未来10几年甚至20年，你是能自主生活享受晚年，还是要被病痛缠身，依赖他人照料。这些年我参与过不少老年健康的临床研究，也见过上千个老年患者的案例，数据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，长寿从来不是靠运气，也不是靠某一项指标就能判定的。但如果72岁的时候，你还能实实在在做到下面这5件事，那真的要恭喜你。这不仅是你身体底子过硬的证明，更意味着你有很大概率能活到90岁以上，而且是有质量、有尊严的活着。今天我就把这5件事详细跟大家说清楚，不管你现在是不是72岁，都值得认真听完，对自己的健康规划有很大帮助。第一件事，不用扶任何东西，能稳稳蹲下再顺利站起来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现在就能做到。但你要知道，对72岁的老人来说，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其实是对身体综合状态的一次大体检，藏着肌肉、关节、骨骼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密码。我在门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，70多岁想蹲下捡个东西，要么半天蹲不下去，要么蹲下后膝盖发软，必须扶着桌子、墙壁才能勉强起身。还有人因为蹲站不稳摔过跟头，最后查出骨折，一卧床就是大半年，身体状态越来越差。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关键？首先看腿部肌肉力量，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就像是人体的承重墙，肌肉量充足才能稳稳支撑起身体的重量。其次看关节状态，膝关节、髋关节的灵活度和磨损程度，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完成蹲站动作。很多老人因为关节退化，一蹲就疼，根本没法坚持。另外，骨密度是否达标，神经系统对身体的控制能力好不好，也都能从这个动作里体现出来。相关研究早就证实，下肢力量和老年人的整体生存率高度相关。腿脚有力的老人，跌倒风险会大大降低，而跌倒恰恰是很多老年人健康恶化的导火索。一旦摔倒引发骨折、卧床，很容易出现肺部感染、血栓等一系列并发症，甚至直接影响寿命。所以如果72岁的你不用扶墙，不用撑桌子，能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慢慢蹲下，让大腿和地面平行，再缓缓站起来，全程不晃不抖，那就说明你的双腿肌肉、关节和骨骼都处在相对健康的状态，这对延长寿命至关重要。就算现在做的不太理想，也别灰心，从扶着东西练习开始，慢慢减少借力，循序渐进，总比完全不动要强得多。第二件事，连续慢走30分钟，过程中不心慌、不胸闷、不气短，还能正常聊天。走路是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，没有之一。很多老人都有饭后散步的习惯，但同样是走路，走得舒服和走得费劲，背后的身体状态天差地别。我给老年患者的运动建议里，永远有坚持慢走这一条。
这里的慢走有明确的标准，72岁的你能保持每分钟60到70步的速度，连续走上30分钟，期间既不会心跳加速、心慌，也不会胸口发闷、喘不上气，更不会走几步就大喘气，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就说明你的心脏泵血能力还不错，肺功能没有明显下降，全身的血液循环也比较顺畅。大家要知道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心肺功能会自然退化，这是无法避免的生理规律。但退化的速度快不快，程度深不深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时的生活方式。很多心血管疾病不是突然找上门的，而是长期久坐不动、缺乏锻炼，导致血管弹性变差、血液流动变慢、心肺耐力下降，一点点累积出来的。而慢走这种温和可持续的有氧运动，恰恰能锻炼心肌，增强肺部的通气能力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是养护心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。72岁还能轻松完成30分钟慢走，不只是体力好这么简单，更代表着你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都处在不错的状态，身体的耐受能力和基础健康水平都在线。大家不妨现在就问问自己，出门走路的时候，是越走越觉得身体舒展、浑身轻快，还是走个10分钟就心慌乏力、满头大汗？这种直观的感受就是身体给你的最真实的健康信号，千万别忽视。第3件事，3餐规律，吃得香，消化好，肚子不闹小脾气。在我接触的长寿老人里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特别能吃，而且消化好。很多人都低估了好好吃饭对老年人的重要性。其实对老人来说，能吃得下、消化好，本身就是一种福气，更是健康的基础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胃肠道的蠕动速度会变慢，消化液分泌也会减少，这就导致不少老人出现食欲下降的情况，看着一桌子菜没胃口，吃几口就觉得饱，还有人吃一点东西就胃胀嗳气，动不动就反酸烧心，更有人被便秘困扰，好几天排不出便，或者腹泻和便秘反复交替，肚子里总不舒服。这些情况其实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，提醒你要注意养护肠胃了。如果72岁的你还能保持3餐定时定量，到了饭点就有饥饿感，吃饭的时候能尝出食物的香味，吃完饭后肚子不胀不痛，没有反酸烧心的难受劲儿，每天都能规律排便，那就说明你的消化系统还在正常运转，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都没出大问题，营养吸收能力也没有明显下降。而营养能否顺利吸收，直接关系到身体各个器官的健康。肌肉需要蛋白质来维持力量，骨骼需要钙和维生素 D 来保持强度，免疫系统需要多种营养素来增强抵抗力，大脑也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功能。从长寿的角度来看，吃得进去、吸收得了，远比吃得贵、吃得丰盛更重要。当然，吃得下不代表可以胡吃海喝，清淡均衡，少油少盐，多吃蔬菜和粗粮，适量摄入优质蛋白，比如鸡蛋、牛奶、鱼肉，依然是老年饮食的核心原则。我见过很多老人就是因为不注意饮食，要么暴饮暴食，要么过度节食，最后把肠胃搞坏了，营养跟不上，身体状态越来越差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第4件事，脑子清楚，说话有条理，能记得住近期发生的事。人老了，最怕的不是腿脚变慢，而是脑子变糊涂，失去对生活的掌控力。在这里，我先跟大家澄清一点，偶尔忘记一个人的名字，记错一件小事的细节，想不起随手放的钥匙在哪，这都是正常的衰老现象，不用过分担心。但如果频繁出现这些情况，就要提高警惕了。我在门诊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家属，带着74岁的老人来就诊，说老人最近总是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，反复问同一个问题，经常找不到常用的东西，把眼镜放在冰箱里，把钥匙放在饭碗旁，说话还颠三倒四，前后矛盾，半天说不清楚一件简单的事，甚至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这些情况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的明显信号，必须及时干预。反过来，如果72岁的你和别人交流时依然思路清晰，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说话有条有理，还能清楚记得最近几天发生的事，比如昨天和谁一起散步，早上吃了什么饭，子女叮嘱的事是什么，那就说明你的认知功能和大脑状态还保持在较好的水平。
相关研究发现，良好的认知能力和更长的寿命密切相关。大脑活跃的老人情绪往往更稳定，不容易陷入焦虑、抑郁的负面状态，也更愿意参与社交活动，和邻居聊天，和朋友下棋，融入生活的积极性更高。而这些积极的状态又会反过来促进身体健康，形成良性循环。所以大家别小看日常的那些小事，每天看看报纸，读读新闻，和家人聊聊家常，下一盘象棋，打一局麻将，甚至学着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、刷短视频，这些都是在给大脑做保养，让脑细胞保持活跃，延缓认知功能衰退。大脑就像机器，越用越灵活，长期不用反而容易生锈。第5件事，睡得着，睡得稳，夜里醒了能再入睡，早上起床不疲惫。睡眠是很多老年人的老大难问题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关键。我在门诊经常听到老人抱怨，医生，我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一点动静就醒了，夜里醒了之后就睁着眼睛等天亮，越熬越精神，睡了一夜，早上起来还是浑身酸痛没力气。这种情况其实是身体发出的严重预警。长期睡不好，可不只是白天没精神那么简单，它会直接影响身体的免疫力，让你更容易感冒，被病菌侵袭，会扰乱情绪，让人变得烦躁易怒，还会影响血压和血糖的稳定，增加患上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，更会降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，让白天积累的疲劳和损伤没法及时恢复。很多老人就是因为长期失眠，身体状态一步步变差，最后引发各种并发症。如果72岁的你能做到这几点，就说明睡眠质量很不错。晚上躺下后20到30分钟内就能入睡，夜里就算因为起夜醒来，也能很快再次睡着，不用在床上翻来覆去熬时间。早上起床后觉得浑身清爽，精力充沛，而不是昏昏沉沉、腰酸背痛。这代表着你的神经系统相对稳定，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还在，内分泌节律也没有严重紊乱。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句，好睡眠不是靠熬时间，不是睡得越久越好。老年人每天能睡够6到7小时，而且睡眠规律安稳，醒后精神饱满，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。不用强求自己像年轻人一样睡8小时，也别因为偶尔1、2次失眠就焦虑，越焦虑反而越睡不着。如果长期失眠，一定要及时就医，别自己随便吃安眠药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医生，我今年已经72岁了，这5件事里有2件做不到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活不长了？其实不是的。今天跟大家说的这5件事，不是长寿的硬性门槛，也不是说做不到就一定活不长，它们只是衡量晚年健康状态的参考信号。就算你现在做不到其中1、2项，也不代表就和长寿无缘。在我看来，长寿从来不是比谁的身体零瑕疵，而是比谁更懂得顺应身体的需求，好好善待自己。哪怕现在的身体状态一般，只要从今天开始多活动活动腿脚，哪怕每天只走10分钟，吃得清淡一点，少盐少辣，多吃蔬菜，心态放轻松一点，别为小事钻牛角尖，作息调规律一点，早睡早起不熬夜，身体一定会慢慢给你正向的回馈。如果现在的你已经72岁，不妨对照这5件事，在心里给自己打个分，知道自己的优势和不足，针对性的去调整。如果还没到这个年纪，更要提前为自己的晚年健康打好基础。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。最后，作为一名老年病科医生，我想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的话：晚年最大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而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能自主的吃饭、走路、睡觉，能清晰的和家人朋友交流，能有尊严的享受生活。愿我们都能老得慢一点，活得久一点，更活得舒心自在、有尊严一点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